以目前主要銀行 H 按 H 加1厘3計，實際 H 按息同普遍封頂息3厘半差距收窄去到0.88厘。假設貸款400萬，分25年攤還，以封頂息計 ，H 按每個月供款大約係2萬蚊。按揭顧問星之谷相信，短期1個月拆息下跌嘅趨勢會持續。因為呢個中美貿易戰呢個前景都未明啦，同埋仲有環球一種種嘅明朗因素咧，估計咧短期咧資金都係會係流入去港元嘅資產嗰度，咁所以咧再加上咧一啲嚟緊咧都會有一啲大型嘅 IPO 啦，同埋咧一啲中資股都要派息啦，咁樣 HIBOR 咧應該都係會持續下跌嘅，咁啊我哋覺得咧就可能係會跌翻去2厘左右啦，咁因為2厘左右咧就係咧23年開始一個比較重要嘅低位。如果係跌到去2厘咧，其實咧就係 H 按嗰個利率咧已經係低過嗰個封頂利率。HIBOR 如果係持續下跌嘅話咧，銀行嗰個資金成本寬鬆咗咧，咁有機會咧銀行可能係考慮咧直接去減嗰個封頂利率。